各位街坊、各位朋友，大家好啊！我係楊永傑，咁我已經報咗名參加今年立法會九龍中嘅選舉。首先衷心感謝大家對我工作嘅支持。今次選舉咧十分之激烈㗎，咁我好需要大家嘅支持。如果大家支持李沛良嘅朋友咧，記得12月7號全家總動員投票支持我楊永傑競逐連任。係啊，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係李沛良。過去咧，楊永傑係積極支持地區嘅工作，熱心服務咧就係市民，表現有目共睹嘅，絕對值得大家信賴與支持嘅。我李沛良將會全力以赴支持楊永傑。我懇請大家喺12月7號踴躍投票，全力以赴支持很拼搏嘅有實質嘅楊永傑。